哋首對港產大熊貓寶寶正式命名為嘉嘉同埋德德。咁我哋請兩位主禮嘉賓咧一齊望住我哋正前方嘅大會攝影師同埋傳媒朋友先，我哋望望我哋揮揮手嘅大會攝影師。係啦，因為喺呢個時候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刻啦，因為正式公布咗家姐同埋細佬佢哋嘅名咧分別就係叫嘉嘉同埋德德啦。咁家姐咧叫做嘉嘉嘅意思當然係有加油打氣嘅意思啦，粵語同埋普通話咧亦都係有家庭嘅家啦，同埋嘉許嘅嘉同音，有家嘅元素，亦都有美好嘅意思，寓意家國陳飛，人民幸福。咁細佬咧就係叫做德德，意指我哋香港事事都得。粵語同埋普通話嘅德，亦都同美德嘅德同音噶，寓意我哋國寶大熊貓具備中國人崇尚嘅美德。咁所以聽得出啦，嘉嘉同埋德德呢兩個名字係非常之有意思，希望大家同我一樣都係咁中意呢個名啦。好，喺合照過後咧，我哋首先咧請個威威同埋包包啦，可以翻到去後台休息先。局長同埋主席咧，請你哋兩位繼續留步，因為咧我哋稍後咧就要頒發啦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命名比賽嘅獎噃。嗱，咁今次咧喺比賽裏邊，剛才都有提過啦，就係收到咗咧3萬幾份嘅建議。咁其實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咧係好有意思嘅名字，好出色。亦都係好有意思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評審團咧，同時亦都挑選咗8位優異獎出嚟嘅。現在咧，請局長同埋主席咧，就同我哋8位優異嘅得獎者咧合照嘅。喺呢個時候咧，有請以下嘅得獎者嚟到台上，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命名比賽優異獎嘅得獎者，包括有胡俊傑、許麗卿、關英琪、曹詠詩、陳紀彤、林善恩、謝麗敏同埋何敏昌噶，有請以上咁多位。咁以上8位優異獎嘅得獎者之中咧，其中一位係未能夠親身出席嘅，咁所以咧請個親友嚟做代表領獎。咁請我哋8位嘅得獎者啦，就同埋局長同埋主席一齊合照留念啦。我哋可以企得親密啲，好唔好啊？好，咁我哋咧望住正前方，大會攝影師揮揮手，各位就係啦。好，我哋一致地望望佢先。好，仲有我哋一齊啦，望望左手邊啦，左手邊有啲傳媒朋友啦。好，仲有啦，就係右手邊，右手邊都有好多嘅傳媒朋友嚟到支持噶。咁啊，恭喜晒咁多位啦！佢哋咧將會得到每人總值超過港幣4700蚊嘅獎品，裏邊咧包括有海洋公園成人全年會籍2個，大熊貓紀念品、海洋公園餐飲禮券，而佢哋建議嘅名咧，稍後就會喺我哋海洋公園嘅專題網頁嗰度公布噶啦。恭喜晒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命名比賽嘅優異獎得獎者，恭喜你哋！咁請我哋嘅得獎者咧可以先翻到去台下休息 ，thank you。亦都請咧局長同埋主席繼續留步噶。係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要請兩位主禮嘉賓啦，為我哋頒發獎項俾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命名比賽嘅冠軍得獎者啦。得獎者就係李玉芬女士，恭喜！嗱，佢將會得到咧總值超過港幣22,000蚊嘅獎品。當中咧包括有海洋公園嘅成人全年會籍4個啦，嘉嘉同埋德德嘅仿真大熊貓毛公仔啊，咁可能要麻煩局長同埋主席都要幫手抱一抱我哋嘅 BB 啦。仲有咧就係海洋公園餐飲禮券啦，同埋周大福珠寶集團特別加碼送出嘅禮券噶噃，哇，相當之有份量嘅禮物啊！見到我哋咧嘉嘉同埋德德嘅公仔都非常之可愛，咁我哋咧可以望下正前方我哋揮揮手嘅大會攝影師。好，我哋又望下左手邊，左手邊有好多嘅傳媒朋友，仲有右手邊 ，thank you， 恭喜晒李玉芬女士，恭喜你啊！係相當之有份量嘅，頭先我都稍為喺後台抱一抱過啊，嘉嘉同埋德德，好得意噶。大家稍後就會見到佢哋㗎啦。好，多謝你。
咁我哋亦都請緊李女士啦，可以先行就座 ，thank you。局長同埋主席咧，麻煩兩位咧繼續留步噶。嗱，喺眾多嘅作品之中咧，揀一對適合嘅名咧，當然係絕對唔容易啦。今次咧，我哋大熊貓龍鳳胎寶寶命名比賽嘅評審團主席咧，就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而成員咧就包括有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嘅代表、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龐建貽先生，仲有動物及保育主管祝孝忠先生、社會知名人士霍啟剛議員，以及中國香港金牌泳手何詩蓓女士嘅。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謝我哋各位評審團成員付出嘅寶貴時間同埋意見㗎，絕對唔容易啊，因為有好多個提議啊。嗱，第一對嘅港產熊貓 BB 咧，終於咧擁有佢哋正式嘅名字啦。香港特區咧多咗我哋兩位咧咁特別咁可愛嘅小居民，入境事務處咧都想送一份禮物咧送俾嘉嘉同埋德德嘅。咁我哋而家啦就有請入境事務處處長郭俊峰先生嚟到台上，我哋一齊睇下入境處準備咗啲咩特別嘅禮物送俾我哋嘅大熊貓嘉嘉同埋德德先。